總有問唔完嘅問題。10歲嘅大囡囡已經步入咗學習嘅重要時期，每日都係喺知識嘅海洋裏努力探索。自從呢3個天使陸續降臨到我嘅生活中，日子就被各種各樣嘅使費逼到唞唔到氣。7個月大嘅細囡囡，尿布奶粉係每日不可或缺嘅消耗品，而且為咗她嘅健康同舒適，我從來唔敢喺呢啲嘢節省開支。4歲女兒嘅興趣班繳費期限馬上就到啦，呢個時期係培養佢興趣愛好嘅關鍵一步，費用自然唔少得。10歲大囡囡新學期嘅課本費亦擺喺眼前，而家學習係最重要嘅，容不得半點馬虎。再睇睇線上購物車入面7個月大囡囡嘅奶粉，4歲囡囡心心念念嘅小裙仔，10歲阿女學習要用嘅新 iPad， 每一樣都喺度提醒住我生活嘅現實同壓力。我曾經信心十足地制定咗一個2年嘅儲蓄計劃，計劃表上明確寫明我每年要儲起1萬美金。不過囡囡佢哋嘅開支一浪接一浪，我無奈地拎起筆將嗰個美好嘅數字畫咗改成0。嗰一刻我深切體會到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，原本精心規劃嘅儲蓄計劃就咁樣被呢啲必要開支輕易咁打敗咗。為咗節省開支，我成日拎住計數機，目不轉睛望住商品價格，仔細咁比較每一個細節。有一次我為咗2支洗頭水嘅價錢反反复复咁計咗半日，終於慳咗20蚊。嗰一刻我仲心諗自己咁醒慳到錢，但係一轉身就見到4歲囡囡手中拎住價值成千蚊嘅 LEGO， 啱啱用緊天真無邪嘅眼神望住我笑。我望住手中嘅計數機同咁貴嘅 LEGO， 臉上只能露出一絲苦笑，心諗我咁慳到底慳咗啲咩呢？原來辛辛苦苦慳落嚟嗰啲錢，總會係其他地方俾啲囡囡幫我使咗佢。無意間我翻出咗年輕時單身旅行嘅照片，照片裏面嘅我笑容燦爛，嗰時嘅生活簡單而自由，銀行賬戶裏面嘅數字亦穩步上升。再睇睇而家，身邊圍住3個跳跳扎扎嘅囡囡，7個月大嘅喺度咿咿呀呀學講嘢，4歲嘅喺度開心咁跳跳扎扎，10歲嘅喺度專心咁睇書。佢哋嘅笑聲同吵鬧聲令我感受到無比嘅幸福。但係當我打開手機睇到家庭支出表嘅時候，心情又不由自主咁沉重起嚟。而家理財嘅動力已經從為自己實現夢想，變成咗俾我囡囡一個安穩嘅未來。我深呼吸，俾自己一個鼓勵嘅微笑，然後咬實牙關做出加油嘅手勢，望住女兒們喺度玩嘅背影，心中湧起一股溫暖嘅暖流。雖然理財嘅道路上充滿咗困難同挑戰，但為咗佢哋一直都係值得㗎。我明白理財唔再只係為咗實現個人嘅夢想，更加係為咗肩負起母親嘅責任，令佢哋能夠安心成長。最後我想問問各位爸爸媽媽，你哋喺理財嘅過程中中咗幾多個咁樣嘅真相啊？快啲喺留言區同我分享啦！我係一名獨立理財顧問，亦係 McQueen 創辦人。喺過去嘅9年裏面，我已經幫助超過200個家庭度身定做咗合適嘅理財方案，令佢哋在忙亂嘅理財生活當中揾到咗安心嘅方向。所以請相信，喺理財呢件事上，你哋並唔孤單。關注我，我會為大家分享更多育兒同理財嘅實用資訊。